有軍事專家指出，講這中國解放軍的直升機和無人機，這個月20飛過海峽中線，頭一屆佇咧中線以東國軍A9的這個限空區域內面呢，長時間活動，認為講是佇咧演練協同作戰。不過學者是認為講，共軍袂用直升機來攻擊台灣，這樣可能是含這無人機佇咧執行觀測任務，或者是監控通過台海的美國海軍調查船。呼叫中國海警14605，這裡是中華民國海巡署 PP103公艇廣播。海巡廣播區官這個月第3屆走入來金門限制水域的4隻中國海警船，同一天國防部公布查到12隻次的中機、10隻中艦、甲7隻公務船佇台海活動。中軍直直了台，即馬哪像有新出頭？有軍事專家講，20了台4隻次中機內底有1隻直升機甲無人機飛過海峽中線，佇國軍的A9限航區內底活動超過9點鐘。這是中國直升機頭一屆佇中線以東採取限航區飛行的模式。有可能和無人機進行協同作戰的訓練。中共的陸航部隊這幾年來，其實好幾次在廣東啊、浙江外海就演練這個陸航直升機出海的訓練，但是很少在台灣海峽當面做，尤其沒有在海峽中線附近做。這個直升機不但過了中線，還帶着一個無人機，然後在中線以東的A9長時間的停留，讓人懷疑。這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飛行，有可能是以後中共會在海峽中線附近，甚至中線以東，做不定期、比較大規模，甚至常態性直升機出海訓練的一個徵兆。不過，別個學者推測講，中軍相關直升機、無人機活動應該配合穩定火箭炮攻擊點執行任務，這不是常態性的狀況。我個人會認為，解放軍並沒有天真到認為可以直接用直升機來做跨越海峽的突擊。如果它是陸軍的直升機的話，比較有可能的會是這架直升機搭配了它的一個無人機，它進行一個察打一體的觀測。因為如果我們從它這一次飛行的一個區域，跟之前遠程火箭炮所打的一個區域，其實是有一些重疊到的。尤其剛一感嘛傳出，屬於美國海軍的海洋調查船“興信號”自南往北通過台灣海峽。學者分析講，中軍出動直升機長時間佇台海中線，可能是要監視“興信號”。記者綜合報道。